5月28號生日嘅朋友，祝你生日快樂，身心靈健康。你係一位好惜緣嘅人，珍惜每一段相遇，每一段關係，珍惜緣分。開朗、平易近人，有好奇心，積極同埋有魅力。你好容易吸引人同你一齊做一啲你想做嘅事。你唔中意太無聊、太平凡嘅生活，所有嘅心情、情緒同埋態度咧，都寫晒喺塊面度。因為你嘅為人同埋你嘅本質好啊，人哋都會覺得你冇惡意。你發脾氣咧，人哋都唔會討厭你嘅。而喺感情方面，你識得打扮，交友廣闊，話題又多，所以都好吸引人嘅。但係一講到愛情咧，就會比較被動。有人向你表白嘅，但係如果你真係唔中意嘅話咧，態度需要明確啲，以免咧令到人哋咧唔知點做好啊。結咗婚之後，家人咧就會成為你嘅朋友，你好 enjoy 有好多嘅活動，去一啲新嘅餐廳試啊，或者一齊去玩啊、打卡啊咁樣，你都會覺得好享受。而性格方面咧，會偏向於對方做主導。而財運同埋事業方面又點呢？你係一位職場達人，你好耀眼，好識得搞氣氛，身邊亦都有好多資訊同埋人脈。相比起嚟講，合作或者成 group 人去揾錢嘅話咧，會比你一個人去揾錢容易嘅。但亦都記住啦，盡量小心唔好亂借錢俾人。而你嘅生命課題係啲咩呢？你對人嘅愛好無私啊，但係其實呢一種無私嘅底下，係唔係自己都渴望愛呢？你對人好，如果人哋對你唔好嘅話，你會唔會有壓力？會唔會唔開心呢？了解下自己係唔係其實自己都渴望愛，令自己真正成為愛嘅存在，可能係你今生嘅課題啊。